近年嚟，卡牌遊戲除咗吸引年輕族群，亦都逐漸成為唔少成年人嘅興趣嗜好。透過收藏同對戰，從中享受交流同互動嘅樂趣。而有人將佢視為一種具有保值潛質嘅另類收藏。隨住市場發展日趨成熟，卡牌種類亦都越趨多元。究竟呢啲卡牌有咩魅力？對於從來冇接觸過嘅新手而言，又應該點樣入門？喺今晚嘅消費點滴，我哋一齊走進卡牌專門店，一探呢股持續升溫嘅收藏熱潮。唔好睇小眼前嘅呢張卡，佢嘅價值喺拍賣市場可能高達數百萬元。卡牌收藏者行入專門店，除咗選購心儀嘅卡牌，仲可以同其他人交流收藏同埋對戰嘅心得。而其中寶可夢卡牌深受小朋友同埋成年人嘅喜愛。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，特別是大人跟自己的孩子一起享受的這個時光的一個方式。很多人是爸爸和兒子一起來參加，我們看的是非常溫馨。寶可夢自1996年推出以嚟風靡全球，而以寶可夢為主題嘅集盤式卡牌遊戲唔單止具有收藏價值，對戰組合更加係千變萬化，考驗玩家嘅戰略同組織能力，俾玩家可以喺鬥智鬥力中享受遊戲嘅樂趣。就是一個對戰的一個我們叫 playmat， 對戰的一個 playmat， 然後每個人是有60張卡一個 deck， 然後都是60張卡，但是這60張卡怎麼組呢？它是每個人都是可以有不一樣的，比如說technically 的話，30個人打對戰，30個人的卡組都可以是不一樣的，但是它當然是 follow 一個基本的 rules。一般卡牌價格由數十元起，可以透過網上平台或者專門店入手。對於未曾接觸卡牌收藏或對戰嘅新手，店主建議以自身喜好為先，不必盲目跟隨市場熱潮。佢亦展示部分自己嘅珍藏。大家知道，就是世界上是線上發行39張，那其中有一張現在正在 Goldin 拍賣，應該會突破1200萬美元的這個價值。那我們這張是8分的。對收藏家而言，卡牌會送往專業機構評級，而評級結果往往直接影響市場價值。隨住收藏市場持續升溫，部分卡片價格近年急升，其中稀有卡更曾以數百萬美元成交。有業界人士指出，寶可夢卡片而家已經演變成為一種高度流動資產，部分買家甚至如同投資股票般買賣，亦令佢成為不法分子嘅潛在目標。我們店大概有估計一下有快10個攝像頭，就這麼點小地方有10個攝像頭。然後我每天晚上的時候，我會把手機放到我的枕頭旁邊，然後一旦手機響，我就會驚醒。卡牌老闆亦表示，卡牌收藏要以熱愛為主，無需過度關注卡牌是否增值。喺尋卡同收集過程中，先可以真正享受收藏樂趣。好啦，今晚嘅消費點滴就講到呢度。